不缺席，互人好意猜。身体欠安，车夫嘛一定爱谅解，并非故意，毋通乱心怀。你假扮财富，我早知，是真是假，你既也了解。区区小事，以我动怒，就不应该哦。公主啊！世上好顶啊，是伟大，虽然为尊，你甘知？你的恩情丝啊，着招牌滚在心上，你敢不知？相信，出家了，你对水灵尊敬，新平公主对我爱水平，凭你的身份甲地位。用带我紧叫帝王里，全靠我你家照即卖荣华甲富贵。我只是无去拜受礼仪，安怎插伫你的目，也是顶着你的位。圣明，你大几位国家的新妇，尊敬公婆是恁应该做的代志，原定寿诞的家己，无八卦坐到位。将位兄做新相又相对，你无去拜寿太厉害。欢迎大家礼拜古涵的电台。今仔日吼是咱波兰礼拜四的台语电台，也袂甲大家先唱歌吼。咱来当一个观众朋友礼拜的时间点咧，咱拢会吼先唱一条歌曲。或者咱歌戏的导马调来介绍咱即个武汉电台咧是咧做啥物的吼？来，咱来听看卖即条歌戏的曲调，即条导马调。欢迎收听。武汉的电台，准时8点，互恁来笑嗨嗨，阮的节目最精彩。内容知识长时行，成才才袂心惊惊。片段古涵广播，互恁听，祝恁大家金财宝满大厅。文化推动的电台，平安顺心，吉祥感恩。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。咱每礼拜四咧，即个武汉的广播电台吼，拢是咱台语的直播。恁就会想讲今仔日礼拜五呢，较会是台语吼。今仔日吼是咱播咱即个章啦，歹势吼，咱即个电台咧已经休困3天啊吼，自咱拜二、拜三、拜四休困3天。
休困这3天吼，我嘛是足无用的哦。武汉本人吼爱陪伴一下爸爸，爱去日照中心做一下服务的，你是爱去上班吼。所以咧这3天内底咧，我无讲吼囥咧用安尼吼，就是咧嘛真无用安尼。所以咧，来休困3天了吼，期待咱即个广播电台来直播的时阵咧，有一点仔袂惯势吼。来，欢迎咱CH大大咧嘛，期待咱武汉的广播电台，甲你拍一个扑啊声哦。这几天吼，大家应该拢咧看新闻啦。这个花莲真严重对无？咱其他所在吼，不管是咱北部、中部、南部，以及东部吼，嘛在降雨差不多20%尔。所以讲咧，会较趋缓小快，会较毋免遐尼紧张。但是吼，你若有闲的朋友咧，嘛欢迎来到即个花莲的所在，去甲因做志工哦吼。伊嘛真欠即个救灾的志工。如果你若是有参加什物基金会啦、等等啦吼，嘛会当来到即个花莲的所在来甲因做一下志工的吼。来欢迎咱即个严琴，敢是是迄个李艳莹？因为我毋知吼。欢迎咱林小姐，期待咱的武汉广播电台哦。武汉广播电台咧，拢是咧甲大家讲即个即个戏曲的知识，也是讲咧咱册顶面的所有的知识、生活小知识吼。咱今仔日的新闻有咧报吼，咱明年的即个最低薪资咧，搁要提悬啊吼，搁要升悬啊吼，到即个29500。咱明年的即个最低薪资咧，搁要提悬哦。我敢若头一迄字敢若念毋对，我敢若知影是啥物字啊。来，欢迎大家期待武汉的广播电台吼，我念毋对对无？真歹势吼，我甲你讲，我国文无好啦，所以吼。应该毋是讲我国文无好尔，我不管国文啦、数学啦、等等啦，吼，啥物拢总足歹的。我有法度吼，3科加起来有法度100分安尼吼，所以讲你就知影我即个普通即个考试咧有法度偌歹的吼。头才有甲大家讲着吼，我即3天内底咧，不管是即个日照中心的服务。伊讲咧，咱即个 Podcast 节目咧，嘛录咱第5集哦。所以咧，伫咱即个底下即个留言区的连结哦，你会当看到即个 Podcast 即个第5集已经起来啊吼。不管你是安卓系统，也是咧你是即个苹果系统，拢会当听看卖。会记得哦，你若还未帮我订阅关注的朋友，会记得帮我订阅关注起来吼。一个武汉的电台，过来咧，来甲大家唱一个即个七里仔调。七里仔调咧是咱即个歌戏的国歌。咱一般来讲咧，拢听到即个新骑白马走三关，改换素衣回中原。即届伫即个七里仔内底，阮伫即个音乐打紧机的专辑内底咧，阮用即个即个驸马。咧甲即个公主吼理论啊，驸马就是公主因翁号做驸马。前几集有甲大家讲过吼，驸马为虾米号做驸马？等下较甲大家解说一下。感恩伊写100分歹势啦吼，我真正3科加起来100分，毋知是数学还是社会还是啥物吼，加起来真正100分，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哦吼。不管是新朋友啦，还是咱的旧朋友吼，会记得帮我订阅、关注、按赞起来。咱每天暗时8点的，拢是咱武汉的广播电台的时间。
但是吼，咱即个语涵广播电台只有每礼拜四是台语电台。即个台语电台吼，我讲的台语是即个南部的台语，所以听起来吼口音会加较重安尼吼。哇，伊讲即个台语100分啦，感谢你啦吼！你无啥气嫌啦。因为拄好唱歌戏内底咧，阮会唱着即个台语，但是我念的吼嘛无一定标准哦吼，因为咧我是南部台语，较是生活当中啦咧讲的台语，你若北部吼，因是比如讲有课本啦，咧学一寡台语吼，迄个台语是比如讲咱教育部啦来教落来，教育部咧有一寡台语文的编写。即届阮即个一路打根基的 CD 专辑内底，嘛是有请即个台语文的老师，来甲阮写安尼吼。头先介绍着即个七里仔调内底的歌词，就是即个驸马要甲即个公主理论，世上谁较大安尼吼？虽人为尊啊，你敢知？等等吼，咱来听看觅，等下较甲大家解说一下。甲大家说一个抱歉，因为我即摆咧食即个喉糖伫即个喙内底吼，所以咧，你会不时我会停落来，即个吞即个喙烂吼，因为我咧食即个喉糖，甲大家说一声歹势。来，咱来听看觅即个七里仔调。世上河顶啊，是伟大，虽人为尊，你敢知？今日阮亲属啊，着招拜，君在亲上，你敢不知？在家父母啊，对你的挺胸，可贵公主犹如天上升。出家了，你对谁人尊敬？生平公主对我来爱说明，伫即条七里仔内底，你会听到即个两种声音，即个驸马的声音，一共咧即个公主的声音吼。因咧论讲咧，世上何等是伟大，虽人为尊，你敢知？谁人比较大？谁人为尊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公主吼，这个公主是皇上的查某囝嘛，但是咧，这个驸马咧，无细年吼，甲打巴掌啦，赏一个耳光吼，所以讲咧，这个公主咧尾啊吼，就来逼这个驸马咧爱下跪，爱甲伊会师咧安尼吼。这是阮即个一路打根基 CD 专辑内底所写的即个故事安尼。阮拢会唱一寡即个片段，互恁听一下安尼吼。知影讲咧，咱即个台湾的戏曲，即个歌戏的文化，咱所唱的就是咱的歌戏。当然吼，咱台湾阁有京剧啦、昆曲啦等等吼，嘛有逐个咧发展哦。过来嘛有咱即个张春林老师，伫咱即个台中咧教即个学生，因是学即个昆曲的哦。过来吼，因10月份要来表演，但是事实上的即个日期啦，也是地点吼，咱另讲起来较甲大家讲一下安尼吼。所有观众朋友，你若有啥物话通甲我讲的吼，拢会当甲我开讲一下。我昨吼嘛是去
到咱即个日照中心咧来做即个服务哦。你时啊做即个歌戏的服务，暗时咧陪因来唱一下歌曲安尼吼。你时啊咧，我一到遐吼，一个阿伯吼，一个长辈吼，向行行到即个门骹口，向90度敬礼，甲我讲老师好安尼吼。我踹一下，我紧甲欢起来安尼。我甲讲哦，你迄个伤有礼貌啊，啊我嘛迄个心动袂起啦吼。即个长辈族群，结果咧，咱昨吼，我即个日照中心的服务咧，咱长辈族群甲即个青少年即个生长小朋友吼，做伙来上课哦。因学的即个速度吼，有够猛了，有够紧的。我即个一张讲稿，即个 A4 的讲稿吼，足紧哦。因即个无到半点钟啦，差不多20几分钟尔，因就学起来。你看即个小朋友因咧学的即个速度吼，真正有够紧的。虽然因是身障小朋友，不管是即个心理内底，也是讲即个身躯啦吼，不管因是倒一个所在有欠缺，但是吼，真正因咧学的即个速度吼，真正无到半点钟学起来啊！结果我准备一张 A4 的讲稿，我想讲咧，原本要上即个1点钟的课吼，我佮叫即个日照中心的即个赵福员吼唱歌互因听安尼吼，看有好笑无？来，欢迎大家起来收听古涵的广播电台，我是牵大古涵。牵大意思咧，就是咱的舞台顶，不管是咱歌戏啦、昆曲啦，也是讲咱即个表演艺术的顶的舞台顶，由查甫来扮即个小段，就是查甫扮查某的安尼吼，即个号做牵大即个词。我号做地古涵啦，安尼吼，甲大家介绍。然后咧，不管你是咧做即个家内事的时阵啊，吼，也是咧陪伴家人、陪伴朋友等等咧，都会当收听咱即个古涵的广播电台，来甲大家做开讲一个，做服务一个安尼吼。因为阮即个频道无收费啦吼，不管是咧你着罔听一个，来甲阮收听即个台湾的戏曲，也搁有咧咱即个生活的知识安尼吼。然后咧，咱不管是咱即个华人的朋友，即个华人吼，最近即个落雨，即个足恐怖的对无吼？也搁有咧，我即个同事吼，有一工咧，毋知是拜二拜三，应该是拜三迄工吼，雄雄咧来上班的时阵，甲我讲一句话吼，险咧，咱吼即个透早就是尾一摆见面安尼吼，我想讲奇怪。伊是讲国语啦吼，他讲早上差点吼，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啊呢。我想讲奇怪，伊较强甲我讲即句话吼，是甲啥物人冤家啦吼，要来离职啊，是安怎吼，无爱做啊等等。结果咧，你敢知影吼？伊伫咧困中昼的时间吼，伊是伫外口租厝，伊伫困中昼的时间咧，闻到即个臭火大味，伊共咧有看到即个。爸母啦，即个青烟安尼吼，结果咧，伊就去找甲即个电源啊、插头啊，拢甲挽起来安尼吼。尾行到即个总开关、即个总电源头前，发现咧，即个总电源吼，遐即个皮架的所在咧青烟安尼吼，伊嘛足厉害的哦。伊随去咧找一个物件吼，甲即个皮架甲关起来安尼。我讲吼，你真正有够厉害的。迄若我吼，我第一件代志我是会先走安尼吼。伊真正有够厉害，甲拍一个扑啊声安尼吼。但是为虾米甲大家讲即个故事吼？咱即摆咧用电啦吼，即摆咧真正爱注意吼，不管咱是老厝，拢爱注意哦。即摆即个电线走火啊，是等等吼，咱不管是得爱注意一下。伊好佳在是咧困中昼的时间发现呢，伊嘛好佳在伊有去甲关起来，所以咧救大家吼，大家拢无代志。若伊是暗时咧，安尼就足恐怖啊哦！伊若是暗时发生即件代志，哇，安尼大家可能就无救啊，真正就毋知影讲即个电线走火的时间点。所以讲咧，大家吼，
不管是咧爱甲咱注意一个咱生活当中，一讲咧，即个诈骗集团即马足济。有一天咧，我暗时吼，有一个暗时，阮某的手机仔咧收到一个人的来，无熟悉的哦。收到了咧，伊讲嘿，我是你家的邻居，我是恁兜的厝边吼，叫你较细声安尼吼。我就甲回啊，我甲讲是阮8点到9点即个时间吼，咧直播的时间甲你插着呢，安尼吼。结果咧，讲毋是哦，我想讲较有可能啊。平常时吼，即个上差的时间，就是我即个直播的时间啦。伊爱唱歌啦，会讲话啦吼。若上差的时间，差不多就即个时间安尼尔吼。结果咧，伊讲毋是，伊讲咧是9点以后咧，即个骹步声去甲插着，而且咧伊有写即个楼顶的骹步声。阮就想讲足奇怪啊！阮即个吼是独栋的啊，较有可能有即个楼顶的骹步声吼，所以咧，就甲问讲吼，伊即个详细伊住倒位，伊的详细地址伊住倒位安尼吼。尾仔咧，甲阮讲一个地址了吼，毋是阮兜啊，嘛无住附近，但是咧，我上网路去甲查哦，即马即个诈骗集团咧，拢是安尼哦，伊会甲你讲咧，伊是恁兜的厝边。然后咧，你甲插着顶顶吼，过来伊会叫你莫报警，所以咧，逐个吼一定吼爱详细甲问看卖，爱甲问讲啊，事实上伊住倒位啦，发生啥物代志啦，顶顶吼，爱甲伊问哦详细哦，啊无吼，伊会甲你叫你莫报警，会甲你恐吓勒索，啊无就会对你诶厝内底诶人不利安尼吼。当然你住倒位伊是毋知啦吼，但是伊会安尼甲你讲安尼吼。来，所以咱线顶的朋友咧，会记得吼，帮我一个订阅、关注、按赞起来。恁的网络敢有宕机？因为我看的即台平板吼，有咧加较慢小看，有敢若咧宕机安尼吼。如果若有，你甲我讲一下，我来调整一下安尼吼。来，咱先听一个歌曲，然后咧，我来看一下，看即个网络是毋是真正有问题安尼。来，咱来听一个歌曲，这个叫做《七里啊连空照》，七字连空照。而咱这个七字连空照，咱这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内底咧，这个七字连空照吼，就是咱的驸马啦，伊讲咱这个公主啦吼，各说各话的时阵，咱来放这个七字连空照，这个七里啊延伸版，咱来听看卖呀吼。
欢迎大家咧，登来咱古汉的广播电台。头一只咧，咱所听的是咱的七字连空奏，就是咧，咱这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内底咧，咱这个驸马啦，伊甲公主吼，因各说各话呢吼，奇怪呢。我咧甲你讲话，你开始听无吼？啊，你咧甲我讲话呢，我嘛听无。即个对牛弹琴安尼意思就对啦吼。所以咧，因就开始各说各话，开始咧唱歌安尼。这就是咱歌戏的特色。咱讲到倒位，唱到倒位；讲到倒位，唱到倒位。这就是咱的歌戏。歌戏就是讲咧，我做一段戏。我可能讲到遮的时阵呢，我会当落歌，我会当唱歌，唱歌完呢，我阁会当继续讲到咱两个要落台的时阵呢，咱阁会当阁唱一拍歌曲，这就是咱的歌戏水的所在，安尼就对吼。来欢迎咱线顶的朋友咧，会记得吼，帮我订阅、关注、按赞。爱记分享出去，互你的朋友嘛知影咧，咱即个武汉电台吼，有咱推广咱即个歌戏啦，以及咱即个生活的小知识吼。过来咧，要甲大家分享咱即个册顶面所写的吼，这本册咧号做吼，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这个书籍吼，伊顶面所写咧。咱定定吼，不管咱是咧做主管的啦，咱是咧做补习班的老师啦，吼，也是讲咧，咱是咧做一个正常的正职老师啦，也是咱是家长吼，等等吼。咱有时咧看到即个囡仔啦，即个员工吼，做了无顺的所在咧，咱就会甲调职有无吼，甲调去别个单位。反正咧，即个是别个单位，即个主管咧，所爱去处理的代志吼，伊爱甲你收即个尾安尼吼。定定吼，咱拢会做即件代志，也是讲咧，咱敢若情绪无好的时阵咧，咱情绪无好的时阵咧，咱就会吼甲传互别人，甲讲咧，我即马无爽快啦，等等啦吼，会甲即个负面情绪传互别人。然后咧，你敢有去思考一件代志吼？咱即个员工咧所做，伊即个职位顶面所做的代志，敢是符合咧伊即个才能吼？伊即个内底即个心理内底吼，所想要爱的，也是所会晓做的代志吼。其实吼，咱定咱来咧做爸母的人嘛是安尼哦。比如讲咧，咱的囡仔袂晓读册，你就感觉讲。你就是无用心啦，爱加读歌啦，等等的吼。即个囡仔咧袂晓做啥物代志时，你就是吼无去做啦，无去试看觅啦，吼对无吼？咱定咧就安尼想哦。但是吼，咱即个册顶面有甲咱所写，有一个主管吼，即个是伊内底一个举例，咱来甲听看觅吼。感觉讲咧，即个主管是对的。也是即个员工是对的，咱甲听看觅吼。即个员工咧，伊定吼，就开始迟到啦，无就是今仔日请假一个啦吼。所以讲咧，即个主管就甲问啊，你为虾米会定咧迟到啊？吼，请假啊等等吼。即个员工的回答就是讲咧，因为吼因囝吼，即个幼稚园啦，是即个补习班啦，吼受影响啊，伊就迟到啊，安怎吼？过来咧，即个主管就甲讲咧，无吼，咱改讲吼，甲我囡仔共一间的即个学校来所读安尼吼，你就袂迟到啊，搁愈近吼甲带伊了咧，你就会当来上班安尼。结果咧，即个员工的囡仔去到即个补习班啦，伊共即个幼稚园的时阵咧。结果互欺负了咧，即个员工哦，甲即个主管告。既然吼，即个国外哦，即个国外吼是成立的哦，意思讲咧，即个主管吼所管理的代志，就是你工课内底的代志，无应该吼，即个私底下的代志咧，嘛甲建议。你看，当然啦吼，那照即安尼的情形来看起来吼。
不管是咱即个国外有成立，也就是讲咧，咱国内咱即个台湾，毋知敢会成立即件代志安尼吼？恁嘛会当提供恁的想法、恁的意见安尼哦吼。来头只甲大家是咧讲咱即个册顶面吼所写所发生的代志，啊，过来咧要来问大家吼，恁敢有平常时吼，比如讲体力较忝的时阵啊，也就是讲咧，恁敢有平常时咧食即个保健食品？即摆毋是要广告哦吼，因为咧我家己嘛无咧食即个保健食品，所以讲咧，我想要甲大家问吼，恁平常时若食即个保健食品？比如讲，你拢是食 B 群啦、D 群啦、维生素 C 啦，也是等等，恁食啥物物件，嘛会当咧底下留言提供互我哦吼。因为咧，我最近吼，你嘛知影我休困遐济工，就是真正有较忝小可吼。来听一个歌曲，等下咧，甲大家继续来讲落去哦。好，即摆咧，头只有甲大家讲到即个议题吼，是咱即个主管咧，互咱即个员工的建议安尼吼。过来咧，嘛是吼，不管你是主管啦，也是讲你是即个家庭主妇啦，也是比如我朋友的身份啦，吼，伊有讲到即个代志哦，伫咱即个册顶面吼，即个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的即个书籍顶面咧。伊所写哦，乐意倾听的即个员工吼，所讲的代志是袂歹啦吼，但是咧，袂当互即个有问题的员工所占的时间伤济。为什么伊安尼讲？即个有问题的员工咧，伊就是应该去做工课。比如讲咧，你即个比如讲恁囝啦，也是恁朋友啦吼，伊咧甲你吐苦水的即个中间内底咧，伊若吼。占用你时间伤济时间的时阵呢吼，即个时间点伊其实咧去做某啥物代志咧，其实吼对伊可能有帮助安尼吼。伊只是咧甲你即个吐苦水的过程中咧，真正吼较开时间，而且咧即个吐苦水即件代志哦，咱所做的即个抱怨即件代志吼，是会互相传染的。即个人伊心情无好，来甲你讲，你心情嘛会受影响。过来咧，你搁甲后一个人所讲，所以咧，即个负面情绪咧是互相影响的，就对吼。所以咧，大家爱注意即件代志哦。哇，咱遮济工吼，无起来做咱即个直播吼，今仔日雄用即个台语甲大家做直播，而且咧用台语甲大家讲即个册顶面的即个知识吼，有小可困难吼。大家吼，会当听，就勉强来听一下，安尼就对。古汉的电台咧，不管是咧讲咱即个戏剧文化，咧讲咱即个生活的知识，以讲咱册顶面所读到的知识吼，也搁有咧，甲大家咧来所做即个开讲安尼吼。像咱前几工咧，有即个听众朋友咧，咧讲吼，有一个朋友咧，长期咧甲伊借钱啦，虽然吼拢有咧还，比如讲可能。一届借几千箍啦，后礼拜就来还啦，也是讲咧，过几礼拜咧来搁还，还完了搁借，安尼吼。尾仔咧，我就甲建议啦吼，我想讲咧，你应该吼，莫搁借伊钱安尼吼，因为咧，我之前吼有一个高中同学，即高中的同学吼，我嘛是，迄时阵敢若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时阵。伊雄吼来甲我借钱哦，结果咧嘛是吼，即礼拜借，后礼拜还，搁后礼拜搁借，搁后礼拜搁还，我就想讲吼奇怪，即个人敢若怪怪安尼吼，安尼借一个还一个，借一个还一个，伊嘛事实上伊拢有还啊，但是吼我尾仔甲问，
伊去借即个高利贷啊。所以吼，即个高利贷伊这足恐怖，会有利息钱嘛。伊其实拢咧还即个利息，毋是咧还即个本金。所以咧，咱即个语涵电台吼，嘛会甲大家做开讲，嘛会甲大家即个解说即个大家心内的谜题安尼吼。欢迎大家起来收听。咱头只咧有听过咱即个七里啊，伊讲咱即个七里啊连空照。等下咧，咱搁来听一个即个歌曲，即个花娇艳，伊讲良夜之歌。即个咧是咱即个一路打金机 CD 专辑内底咧，咱即个歌戏的专辑内底吼，即个公主要出台的时阵，即个公主吼，伊是即个。真正有公主病啦吼，伊就是娇蛮的个性安尼吼。咱来听看卖，即个我所表现的即个公主咧，伊所唱歌的方式。阮即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内底咧，即个公主伊共即个驸马的角色，两个角色拢是我家己一个人所唱。所以咧，咱先来听看卖，即个公主咧，伊所出台所唱的歌曲。咱先来听看卖花娇艳，伊讲良夜之歌。温阳光波起早相求，心不怕石破流。为爱多做去白首，连绵今宵老优秀。再来咧，后一条就是咱的《良夜之歌》，嘛是咱这个电视歌戏调哦。万对红结银堆，何必红两鬓边，大义不为你别连理，心尽两乐两富贵。云端爬蓬心相拼，好的风光变碎，颠沛乐观拼破译。也背在孤单不马为归。咱头只咧所听到吼，是咱即个歌戏调内底咧，即个花娇艳，伊讲良夜之歌吼，是咱即个一路打金机即个 CD 专辑内底的歌曲。过来咧，咱要歹势吼，过来咧，咱要来感谢咱即个寄售店家吼，不管是咱即个北部即个乌来老街海角8号咖啡厅，对，恁无听毋对吼，是咱即个乌来老街内底咧，嘛有咧来卖咱即个一路打金机歌戏的 CD 专辑哦，咱进军到咱即个原住民的即个市场内底吼。感谢咱这个寄售店家
乌来老街海角8号咖啡厅，一讲咧咱即个采广麻糬，也有咧咱即个台南吼，咱即个南门假日花市内底咧，咱即个南门水晶嘛有咧做即个假卖哦。一讲咧，咱即个台南。即个南宁街吼，咱即个台南新天地的附近呢，咱即个南宁果汁餐饮，一讲咱即个台南即个福建街的即个 QQ 宝早餐店，一讲咱即个台南吼，即个龙凤同心意面，伫咱即个开元路一讲即个南园街吼，即个龙凤同心意面。不管是咧卖咱即个水饺啦、阳春面啦、麻酱面啦，等等吼，拢足厉害的，足好食的哦吼。也阁有感谢吼，咱即个利华印刷厂，咱即个福神爸爸吼，伫咱即个台南的福建路的巷仔内底吼，感谢咱即个福神爸爸讲咧，伫遐咧。买即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咧，伊就免费吼来泡伊即个意式浓缩咖啡，互大家啉，感谢啦吼！一讲咧，咱即个台南即个新的景点吼，即个台南西市场卡雅手作永生花咧，嘛有咧卖咱即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。感谢咱家的即个假卖店家咯。我最辣辣的爱你，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。我甲大家所问一下吼，即个册顶面的咱即个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这本册顶面所写吼。伊讲咧有一种员工咧，伊是即个局外型的员工。啥物叫做局外型的员工？伊所做的代志咧，拢是伊份内底吼，即个份内内底的代志安尼吼。即要讲台语，敢若有啥啊淡薄仔困难吼。职务内底所爱做的代志，安尼吼，即种员工咧，所以讲咧，你若甲委托啦吼，比如讲你顺路带帮我送啥物物件啦，等等啦，伊是袂答应你哦。为虾米咧？伊感觉吼，伫即个合约书顶悬呐，伊讲吼，伫即个职务内底咧，我无应该甲你做即项代志安尼。但是吼，观众朋友，你感觉咧，即个局外型的即种员工是？对啊，毋对吼，因为如果若是我啦，我嘛是安尼吼。我所感觉咧，即个局外型的员工咧，伊所做的代志无毋对哦，伊只做伊即个职务内底的代志。你若讲顺路啦，帮你去寄批啦，顺路啦，帮你去做啥物代志啦，伊无答应你吼。但是我感觉无差，因为吼，本地伊就无应该甲你答应，本地咧，伊就无应该甲你做。安尼吼，所以咧，咱线顶的朋友感觉即种员工是好也歹安尼吼。今仔吼好不容易咧来报答的即个即个昨的即个台语电台吼，真歹势。后礼拜开始吼，咱会准时共款8点来做直播。然后咧，即个然后吼，咱即个后礼拜嘛会来即个公布吼，看即个咱固定拜鬼来休困一下，我嘛会甲大家讲一下安尼吼。来节目的最后咧，总是会用即个抖妈调来练习咧，咱即个感恩3件事情，感恩3件代志吼。来，咱做伙来用即个腹式呼吸法，以讲咱即个抖妈调。来练习哦。来，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吐气。现在呢，去观察你的气息，
在鼻腔间，在喉腔间，在胸腔间，甚至呢穿透到脚底，还是呢你的气息一样维持在腹部呢？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现在呢，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，不管是呢我们生活上的事情，或者是在公司上、在学校、在家庭上的事情，我们都来所想感恩3件事情。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。你有没有感恩3件事情的呢？也感谢大家呢，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，感谢你们今天上来做聆听哦。记得呢，还没帮我订阅关注的朋友，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哦。感恩您今仔日起来收听古涵的广播电台，这个报咱昨吼昨无这个直播，所以咧报咱昨这个古涵广播电台，咱这个台语电台的直播吼，咱平常时拢是讲咱这个国语啦吼，咱这个平常时咧暗时8点，伫咱这个 YouTube 频道，咱这个歌戏片段地古涵。阮有开这个古涵电台的频道吼，咱这个每天暗时8点，拢是咱这个国语直播。只有咱每礼拜4咧，才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吼。咱今仔日的台语咧是播咱昨吼，昨用无直播，所以是咱播咱昨的吼。后礼拜开始，咱会准时起来做直播吼。毕竟咧，咱已经做到咱第34集啊哦。感恩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，咱这个古涵电台吼，做到第34集。哇，咱这个 VIP 大欢迎哦！今仔日咱这个 VIP 大吼，有加口换起来吼。VIP 大敢听句台语，如果若听有吼嘛，欢迎咧帮我分享出去哦，帮我订阅、关注、按赞，会记吼，帮我分享出去，吼所有你的朋友知影，感恩吼，其实吼可以哦，感恩你啦，感恩。其实吼，咱这个 VIP 大顶进前吼，甲咱讲即个美甲的议题吼，我有想要邀请我即个同事吼来上一集的即个美甲的话题安尼吼。而且咧，其实吼，我怀疑即个 VIP 敢会是我的同事安尼吼。无啦吼，来，大家咧起来跟我开讲一个。其实吼，咱头先已经做完咱即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。美甲你不懂哦，无要紧啦，咱就来开讲一个来听看卖。阮即个同事咧，伊吼达不时咧就去画即个美甲吼。即个设计师嘛足够画哦，伊吼拢甲讲凊彩你画啦吼，反正凊彩你画，不管是你要画即个公司的形象啦，也是画，比如讲。阮伫即个知名超市咧做工过吼，伊大概拢画即个公司的即个图啦、等等啦吼。即个美甲师嘛是足厉害哦，甲即个美甲师拍一个扑街。虽然我无熟悉啦吼，来，搁有线顶的朋友若有需要咧甲我反映啥物问题，也是甲我开讲的吼，拢欢迎。会记得咧。
私底下吼，你若有想要甲我开讲的，也是甲我交朋友的吼，嘛会当加我的即个脸书伊共 IG 或者郑宇涵。郑呢是咱即个郑成功的郑，宇咧宇宙的宇，涵三点水涵养的涵吼。如果咧你若有需要咧，甲我开讲，也是讲咧有啥物议题咧，有想要听，拢欢迎咧来到即个我的脸书 IG。伊共咧逐工暗时8点吼，去咱即个五涵电台直播，感谢恁。当然啦吼，即一礼拜咧较频繁小看吼，即一礼拜咧，咱即个直播咧有定定休困的安尼吼。后礼拜的正常时间吼，逐工拢会暗时8点来甲大家直播。咱即个每礼拜四拢会是咱台语的直播吼，今仔日是咱波兰粽的直播，安尼甲大家解说一下。好，咱即个古涵电台咧要来休困啊吼，因为咧我嘛足无用的你若咧有时间吼，下骹资讯栏咧有阮即个连结，欢迎收听吼咱即个第5集的即个 Podcast 频道吼。咱即个咧讲咱即个珍惜生命吼，生命是很可贵安尼意思就对吼。来，咱即个第5集的即个 Podcast 咧，不管是咱即个安卓系统一共咧，咱即个 iPhone 咧，拢会当吼，拢会当收听。欢迎大家咧有闲的时间来甲阮做收听，感谢恁。节目的最后咧，共款来收听咱即个《一诺打金鸡 CD》专辑内底内容。如果咧你若未帮我订阅关注的朋友咧，会记得帮我订阅关注起来，帮我分享出去吼。咱即个每天暗时8点拢有咱即个直播，咱即个古涵电台，平常时拢是国语啦吼，只有咱只有每礼拜拜四才是咱即个台语电台，今仔日咧是波兰粽的台语电台。明仔后日吼有可能嘛会休困，我是讲有可能啦吼，因为阮大姐对咱即个宜兰倒转来咱即个台南吼，所以咧我伫即个台南的所在咧，恁所听到的即个台语吼，即个腔口咧会加较重吼，所以咧可能甲恁即个北部啦，伊共中部啦，也甚至咧，搁较南部即个高雄，即个台语咧是所听到的是无啥共款。共咧，咱线顶有朋友吼，是咱即个福建，我会记得吼，顶届咱即个敢若是阿玲，伊敢若是福建的朋友吼，甲因所讲的即个台语嘛是无啥共款哦。哎哟，咱即个 BIBO 大公诶，我也台南人诶，哇，感谢你，甲你嘛，甲你斟两个安尼吼。来，咱 BIBO 大咧，如果若是咱台南人嘛，欢迎甲我诶脸书伊共 IG 甲我做开讲。若有需要咧，若有需要来上即个电台吼，即个好友不是好友坊电台吼，嘛欢迎你哦吼，感谢。好啦，咱即个节目咧要准备来休困啊吼，来咱来听一个《一诺打金鸡 CD》专辑内底内容咯。照片照行，我拢有照做，听你讲，面带了山。手甲我拍，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？
想要造反，既然互我知影，本宫就要闹家互你背受山。我爱心头怒火起，决心将你来教死。你给我等咧！怕你唔知理，唔知义。今日请你食竹笋茶肉丝。你要做啥？我要教死你！你自首！心惊当前看对爱，大家当手只看开。想兵做事想摇摆，不要当。